向喺呢度咁夜幾多點啊？而家11係嘛？到11點，喺政府總部呢一度，喺天橋上邊，喺馬路上邊，喺添馬谷苑，喺灣仔嘅朋友，向你哋致敬。今日我見到一啲大機構嘅行政人員講起喺政府總部反洗腦教育運動點樣發展落去，大家仲記唔記得有一位前特區政府嘅官員叫做梁愛詩？佢話喐啲就絕食，喐啲就佔，係無政府狀態。嗰幾個行政人員，佢話胡錦濤嚟香港嘅時候，要有2米高嘅水馬去隔住啲群眾，驚住啲群眾去衝擊胡錦濤。大家仲記得啊？但係佢話俾我聽，如果喺政府總部攞樽水出嚟擺喺地下，阻住啲人唔好影響嗰啲絕食嘅人士，我相信你哋唔會越過呢啲水㗎，係咪啊？咁樣係咪無政府狀態啊？所以我哋要話俾嗰啲完全唔明白呢場運動搞緊啲咩嘅政府官員知道。我哋係合情合理、非常理性，淨係呢一度向我哋嘅政府官員施加壓力，希望佢哋馬上撤回國民教育科，就係咁簡單。國民教育科有咩可怕咧？洗腦教育有咩可怕咧？我做緊烽煙節目嘅時候，有好多維園阿伯打電話嚟我嘅節目嗰度，佢會咁樣問我㗎。佢話吳志森，你係咪中國人？你愛唔愛國？我話俾佢聽，我梗係愛國啦。佢再問：你愛邊個國？你係咪愛中國？我就話其實有好多個中國㗎喎。我唔係講中華民國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啲中國。我話俾佢聽，佢梗係想話我搞2個中國啊嗰啲啦嚇。喺我心目中，有地理上嘅中國，有歷史嘅中國，有文化嘅中國，亦都有人民嘅中國。當然仲有政治，即係而家共產黨執政嘅中國。我話除咗最後呢樣之外，我全部都愛。洗腦教育有咩可怕咧？洗腦教育就係會洗出一啲好似呢啲維園阿伯咁嘅思維嘅人。大家驚唔驚？如果我哋實行洗腦教育之後，不出10年，全港嘅生仔都變咗維園阿伯。所以抵制個洗腦教育嘅原因咧，就係我哋係唔想變維園阿伯，就係咁簡單啫。最後，我想向大家推薦一篇文章，我諗喺呢度嘅朋友好多人都睇過，係一位喺內地接受咗16年洗腦教育，而家喺香港讀緊書嘅
一位學生，我唔知呢個名係真定假嘅，叫做胡清心。佢有篇文章咧就叫做你唔能夠叫醒嗰啲詐瞓嘅人嘅。呢篇文章最令我震撼嘅地方就係話，佢接受咗16年洗腦教育，無論係教洗腦教育嘅老師、學洗腦教育嘅學生，佢全部唔信一套嘢嘅。但係16年嚟，或者係60年嚟，呢套嘢都不斷喺中國大陸嗰度重複又重複又重複。老師重複教，學生重複咁學，大家好似當佢真咁嘅。然後無論係老師同埋學生，都以講大話為佢哋最重要嘅生活嘅一部分。洗腦教育就會變成咁樣，教嗰個又唔信，學嗰個又唔信。不過大家不停咁樣講，因為要打分數㗎嘛，要有紅色檔案㗎嘛，要評估㗎嘛。老師唔教嘅話，可能係升唔到職，甚至冇糧出㗎嘛。我哋擔心嘅就係洗腦教育會令到全香港市民集體講話。呢個我哋就係要求撤回洗腦教育最重要嘅原因。撤回洗腦教育，撤回洗腦教育，撤回洗腦教育，洗腦教育。多謝大家，多謝森哥。好，喺下一位嘉賓出嚟講之前咧，我哋有件事我可以一齊做嘅，咁就係咩咧？大家望上去政府總部，你見唔見到有兩個人？真係部相機啊！見唔到啦，係咪？我知見唔到，其實我都見唔到嘅。有嘅，係啦。立法會嘅標誌嗰度係啦，有個真係部相機嘅。標誌嗰個方向。係啦，導遊啦。好，我哋真係有嘅，有兩個副拖，有兩個攝影師啦，就喺嗰度，就想影下我哋咁多人一齊打交叉，俾呢個特區政府睇，好嘛？嗱，我哋向住立法會標誌個位。我哋數3聲一齊啦，打交叉，然之後我哋一齊嗌好好嘛？好，準備，得未？1、2、3，撤回國民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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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哋咧轉一轉方向，我哋咧對正。呢個咧特區政府啊，即係我哋對正嗰兩支嘅旗杆，同埋向住呢個特區政府嘅 logo， 我哋再嚟一次好唔好啊？打交叉，撤回國民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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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唔爭在咧，我哋拜晒四方啊喂！酒店嗰個方向啦，叫 Swire 個 logo 嗰邊啊 ，Swire 同埋 Red Carrier 嗰度係。好，撤回國民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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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尾，最下邊啦，好，跟住。我哋而家做緊咧，好似呢個新版嘅鹹蛋超人死光咁樣，但我哋唔係十字，我哋唔係十字，我哋打交叉嘅嚇。好，我哋去最後一邊啦。撤回國民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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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回國民教育。好，多謝晒各位。好，大家可以坐翻低，可以繼續我哋集會。嗱，頭先
先咧，我又請咗一位喺主流媒體嘅一位資深一啲嘅評論人森哥。